最近啊，美國同日本就高調聯手干預匯市啦，令到日元啊喺低位大幅反彈800點。雖然外匯干預啊短期效果就非常顯著啦，但係你要日元擺脫翻中長期個貶值趨勢啦，日本央行嘅利率政策先至係個關鍵。咁而家外匯干預就做咗啦，下一次會唔會輪到日本央行出手提前去加息，支持翻個日元匯價呢？今集咧就同大家探討下喺外匯干預之後咧，日本央行個加息前景有冇啲咩改變？大家好，我係 Ken。呢一集啦，我就會用我喺銀行研究咗外匯10幾年嘅經驗嚟探討下今次咧外匯干預進行咗之後咧，會點樣影響日本央行嘅決策？跟住咧，亦都會講下日本央行而家嗰個加息處境。最後啦，就會同大家分析下日本央行啊幾時最有可能加息。第一部分啦，我哋先講下最近美日聯手干預啦，會為日本央行個政策立場啊帶嚟啲咩改變啊？咁第一個方面啦，我就覺得可以令到日本央行延遲翻去加息嘅，因為本身咧日元又持續貶值啊，咁日本央行其實就有個迫切性啦，要去提前加息，縮窄翻美日之間嗰個利差啦。咁但係而家日元已經大幅反彈800點啦，再唔係話40年低位160嗰個水平啦。咁如果齋睇翻個日元匯價，的而且確啦，日本央行其實就冇咁大迫切性要提前去進行加息嘅。咁但係現實就歸現實啦，就唔可以齋睇個形勢環境就判斷日本央行啊可以翹埋手腳唔去做加息嘅。咁因為而家美國嘅財政部啦同日本嘅財務省已經作出一個非常大膽嘅舉動，去做聯手干預，支持翻個日元匯價啦。咁如果日本央行你即係乜嘢都唔做嘅話，其實承受嗰個政治壓力係非常之大嘅。而家唔單止要向日本嗰邊個老細交差啦，亦都要向美國嗰邊交代啊。點解遲遲都唔進行加息？咁特別就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啦，已經高調咁樣開聲啊，暗示日本央行應該要加快步伐去進行加息嘅。咁分析就還分析啦，咁實際上市場預期有冇啲咩改變呢？咁我哋參考翻期貨市場嘅變動啦，其實而家市場啊已經預期啦，日本央行啊喺9月份加息嘅機會已經有所上升㗎啦，而家有大致一半機會啦，日本央行就會提前喺9月份加息。咁同之前咧，佢每半年加息一次嘅步伐啦，就有所提速嘅。咁所以總括嚟講咧，市場預期啊，美日聯手干預帶嚟嗰個政治壓力咧，的而且確會令日本央行提前去進行加息嘅。咁跟住我哋就講下日本而家個經濟狀況啦，以及日本央行持有嗰個立場到底係點樣？咁喺7月底嘅會議上面咧，日本央行就維持利率不變喺1% 啫。咁其實都已經係30幾年嘅新高㗎啦。咁個票數咧就係8-1嘅。咁其中有一票啦，就投票要求去進行加息，將個利率加到去1.25%。咁但係個票數都顯示咧，得一票啦係話要投票即時進行加息嘅啫。咁所以顯示日本央行嗰個內部啦，嗰個鷹派聲音其實就唔係主流嚟嘅。咁喺日本央行開完會之後咧，行長植田和男就舉行咗記者會嘅。咁佢發表嘅言論咧就被視為傾向比較鷹派啲啦。咁佢就提到啦，個上行價格風險就正喺度加劇啦。由於而家嗰個基本通脹咧已經慢慢邁向2%啦，日本央行就越嚟越難承受通脹帶嚟嗰個風險。咁即係暗示咧，而家日本央行再拖慢加息個空間咧，其實已經越嚟越少㗎啦。咁數據上咧又點樣睇咧？咁其實日本央行咧喺7月份嘅會議，同時都發布咗佢哋對未來個經濟預測嘅。咁我哋特別留意翻佢哋嘅通脹預測啦。其實今次嗰個通脹預測咧，反而係調低咗嘅。咁而家日本央行喺2026年財年嗰個通脹預測啦，已經由2.8% 跌翻落去2.5% 嘅啦。咁我諗個中原因都係因為中東局勢有所緩和啦，特別係之前美伊已經傾緊停戰啦，令到個油價大幅回落啦，咁所以就令到個通脹預測咧都有所下調。咁但係油價啦，我覺得都只係其中一個導致通脹嘅原因啦。
而家日本央行更加係要面對嗰個中長期嘅工資上漲壓力啦。咁過去嗰幾年啦，春鬥嘅結果其實都比較理想嘅。咁已經連續3年啦，話每年加個人工可以傾到去5% 樓上。咁所以最近嗰幾個月啦，日本嘅名義工資增長啦，都去到3% 以上。咁所以顯示啦，勞動市場都趨向緊張咧。咁所以種種數據都顯示咧，日本央行加息嘅條件其實已經非常成熟㗎啦。之後咧，其實就只係取決於佢加息嗰個快慢嘅步伐嘅啫。咁但係有啲觀眾就可能問，日本個通脹都唔係仲係好低嘅啫咩？最近呢1-2個月先話升翻去1.7%。咁既然通脹咁低，又有啲咩迫切性要去加息啊？咁日本通脹跌翻去1%咧，其實都係政策面造成嘅假象啊！咁就源於咧高市早苗政府啊實施大量嘅能源補貼啊，將個汽油價格啦限定喺某一個水平以下，咁就令到運輸啦同埋一啲燃料費用啊都處於一個低迷嘅水平。咁如果你睇下個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啊，其實由於個油價繼續上升啦，已經去到超過7% 嘅水平㗎啦。一旦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啦，油價繼續高企啊，嗰個 PPI 嘅壓力其實都會逐漸顯現翻喺通脹上面嘅。咁到期時啦，高市早苗政府個能源補貼又結束嘅話啦，個通脹咧其實可以一下子上得好快嘅。咁所以喺數據上面咧，日本央行都要決定啊，需唔需要快啲去進行加息？咁站喺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啦，佢又要面對一個咩難題咧？咁既然其實加息嘅條件咁充分啦，點解佢一路都拖住唔加息咧？咁我認為啊，植田和男個位其實都真係幾難做嘅，因為佢幾乎咧要面對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一方面咧又話要加快去加息，支持翻個日元匯價，但係另一方面啊，亦都要控制啊日本國債唔會因為加息太快而出現一個爆煲嘅局面。咁而家令形勢更加複雜咧，就一方面佢又要向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對外咧美國嘅財長貝森特啊，又向日本央行施加壓力啊。咁最近都有啲傳言啦，話5月份啊，高市早苗啊曾經向植田和男施壓啦，話要求日本央行入市去進行買債啊，去壓低翻日債收益率飆升嗰個問題。咁再加上咧，高市早苗嘅政策就令日本政府債台高築嘅。咁除咗頭先講到實施大量嘅能源補貼之外咧，佢而家最近咧更加話要將食物嘅消費稅啦降到去1%啊，咁勢必咧會提高日本嗰個財赤問題。咁要補貼翻個財政缺口啊，日本政府就要發更加多嘅日債啦。咁所以此時此刻啦，日本央行加快個加息步伐啦，其實會對日本政府個財政支出咧帶嚟非常沉重嘅負擔。咁所以植田和男咧對加息嘅決定啦係相當之謹慎嘅。咁對外方面咧，頭先都提到啊，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已經高調咁樣暗示日本央行咧係時候交功課去加快個加息步伐啦。咁佢就提到啦，部分日本嘅通脹問題就係弱日元同埋話高油價所致嘅。咁佢就話肯定啊，植田和男啊會做對日本經濟最佳嘅政策決定。咁其實佢都講得幾白㗎啦，就係要求日本央行啊盡快去進行加息。而家美國都已經出手幫助你去支持日元㗎啦，咁日本央行都應該做好翻佢自己嘅份內事啦，去加息壓止翻個日元貶值壓力。咁係因為啊，外匯干預其實都真係只係做到一個短期嘅效果嘅啫，總唔可以長期咁樣做。日本政府嘅外匯儲備就有限啦，美國政府咧亦都唔想實施一個恆常干預匯市嘅機制，咁所以你要中長期托起日元嘅匯價啦，就只可以透過日本央行加快加息步伐啦，咁先可以縮窄翻美日之間個利差，打擊呢啲套息交易。咁最後我哋講埋啦，日本央行到底幾時會加息啦？咁先講翻市場預期啦，而家咧日本央行大概就有一半機會會喺9月嘅時間加息。咁我覺得9月係咪加息咧，就非常之取決於聯儲局會唔會喺9月行動啦。咁你睇翻聯儲局同埋日本央行嗰個議息會議嘅日期啦。咁9月16號啦，聯儲局就會公布佢哋嘅利率決定啦。隨後嗰一日，日本央行亦都會進行議息。咁假如啦聯儲局真係喺9月份就要進行加息嘅話啦，咁就需要啦跟隨聯儲局加息咧，先可以避免到美日嘅利差進一步擴闊啊。否則嘅話啦，
套息交易就只會越做越猖狂嘅啫。咁之前做外匯干預啦，去支持日元匯價嗰個努力啦，就會付諸流水㗎啦。到期時日元我覺得有好大機會去返160嘅水平。咁由於新嘅聯儲局主席沃什咧態度，我覺得有啲微妙嘅改變嘅。而家佢就好似傾向將個波就交俾市場啦，話市場利率上升其實已經替代咗聯儲局加息嗰個決策效果。咁所以喺呢個層面上咧，我覺得聯儲局未必話真係9月份就會加息嘅。咁如果再褪嘅話啦，我估計聯儲局可能都等到12月先行動，因為11月就有中期選舉啦。喺中期選舉之前啊，突然間進行加息嘅話，嗰個時間就比較敏感嘅，對個選情影響就比較大嘅。咁所以覺得日本央行咧9月加息都真係一本半嘅啫。我就覺得日本央行咧傾向可能真係維持翻12月加息個機會先會比較大啲。咁所以咧，我覺得日元咧未必有太大嘅反彈空間嘅，最終咧都會翻返去160左右嘅水平。咁大家又認為日本央行會幾時加息呢？歡迎留言討論下。咁如果今日呢條片咧可以幫到你理解日本央行喺外匯干預之後啊，佢個政策立場有啲咩改變嘅話啦，我誠意邀請大家去 like 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